爸爸在很小，大概退伍，当完兵退伍之后，就到台北发展，然后跟我妈妈也是经过媒妁之言嘛，有人提亲介绍这样子，就一拍即合，一见钟情。他们当时天雷勾动地火，我猜，然后就生下了我。从民国72年进入世新到世新，然后参加话剧社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嘛，说到当兵，所以扎扎实实的。舞台剧大概演了30年，20出戏，演了大概有超过500场，所以这个经验蛮值得大书特书的。在这个功利主义挂帅的现在，愿意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舞台剧上，大概也只有我。然后这是我跟屈中恒、古学亮在台北的城市舞台巴德湖城市舞台演出那个 ART 果陀剧团的一出3个好朋友的一出戏。台湾有很多地方都很漂亮，多亏我是做外景节目，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台湾。台湾都有309个乡镇，现在是不是还309个乡镇？我不知道，我起码去了1半以上。我跟一般人有点不一样的是，我的节目很多。刚刚是我的家庭生活，现在就是我的工作。那这个节目12年，再加上我们节目，我稍微细算了一下，这12年啊，我们节目大概玩了超过40个。你们可能不晓得，40个游戏，有些游戏可能玩2次，觉得实在反应有限，或者互动还好，效果还好，拿掉就换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曾经同时有15个游戏在那边 run， 因为每次节目看3个游戏。所以他就找一些观众反应特别有感的，变成我们节目的单元。只有3个游戏贯穿一个节目，这也是少见。这2个老顽童很感人，从台湾红不让开始到现在，我们俩在一起也快20年。当时我们的节目从半个小时转成1个小时之后，就变成全台各个时段的收视率第1。当时我们连续的在好几年的全年总收视率还超过《康熙来了》，所以现在大主厨做的还不错。我用表演的心态在看我自己的工作，我想要做菜，我用做菜来沟通，我可以用游戏来沟通，我可以用说话来沟通，我用文字来沟通。我很喜欢这张照片，没有到现场的人不知道，其实现场的感觉在镜头后面是长这样。在我准备亮相要走出去的那一刻，镜头在我后面，一路往它的最深处走。光这个镜头，我们就练了好久。他们要那个角度、光线，还有人的表情。这张照片特别有感，因为它让我知道我是怎么跟着节目一起呈现出来的。是我的恩师，我想我能有今天，我非常谢谢在民国76年加入的屏风表演班，谢谢李国修。就是有些爸爸妈妈都知道，孩子不认识他对我来讲很重要。他教会我怎么样观察我的生活，怎么样去认清自己。他还教我很多演喜剧真正的技巧，这是我非常感念，因为这些都成为我的很重要的基础跟养分，能够让我面对表演不会畏惧。会更有信心，而且让我能够很准确地掌握喜剧的表演。喜剧很难演，我练了30年。